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12章1到13节。创世纪12章1到13节，和合本记载在第1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创世纪第12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以上，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单独会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奉你名聚集，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因为明白我们才能够遵行。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同透过今天的信息分享，能明白什么叫做单独会主，就是我们自己每一天分别一些时间，来跟这位你所信靠的上帝或是我们的主有亲近、有对话。能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透过默想，我们一起来遇见主，能够让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同在。有一位非信徒来问一位基督徒：“你的上帝可以给我100块吗？”那这位信徒就告诉他说：“他可以给你，如果你够认识他，不只是100、1000、10000，甚至100万、1000万，他都可以给你。如果你够认识他。”所以我们看到认识上帝是关键，是蒙福的管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想要把天国的财富能够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路加福音第6章38节告诉我们，其实前面说什么？你要给，就有人给；你要给，你要先分享，就有必给你的。然后是怎样？怎么给？十足的升斗是连摇带按。做生意的人有时候就会偷斤减两，对不对？用个蓬松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多，但是这边讲说，摇一摇，按一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这位上帝，当他看见你的生命愿意分享出去的时候，他就更多、更多、满满的倾倒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府库里面，要充满，再充满。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就是认识上帝。你对你所信靠这位上帝有多少的认识？我不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了耶稣，你对耶稣，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位上帝，你到底认识多少？到底你认识多少？就耶稣啊，耶稣啊，上帝啊，或者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再一次认识他，透过圣灵的感动，从不同的圣经的人物，我们一起来看，来认识这位上帝是谁。如果你要领受上帝的赐福，你必须先认识他，认识他的真理，认识他要给我们的方法，给我们的管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在2月的信息讲题是谈到神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透过神人之间的关系，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对不对？它的意思就是起头或是开头。透过圣经，透过创世纪，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信仰前辈他们的生命故事，都跟关系有关系。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以撒、雅各、约瑟，还有摩西等等，他们都谈到他们如何认识到这位上帝，后面才有赐福，才有带领，才有平安，才有能力去征战。所以透过认识，建立美好的关系，后面的就加进来，加进来。所以我们透过单独会主，上一次有发一张什么单独会主卡，还在吗？还是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哦？如果你忘记或者是丢掉，至少你把它记起来，就是这一些的整个预备的程序，或者是与神单独会主的程序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的故事，看见人类的需要是透过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的过程当中得到帮助。所以这周我们从单独会主，接着亚伯拉罕。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它的名字叫什么？亚伯什么？还没有改名的时候，亚伯兰。那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改为亚伯拉罕又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再来探讨。不过透过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旅程我们来看他如何认识到上帝。那你来到教会，或是人介绍你，带你来到教会聚会，你到底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呀？是先知，是拉比，还是救主，还是行神迹的？哇，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认识到这位耶稣是谁。所以我们透过亚伯兰单独会主，透过亚伯兰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认识，帮助我们如何与这位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因为你认识他，你越了解他，你就越有信心来信靠他。如果你不了解，哎呀，这个不知道可不可靠，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能力，这个不知道能够赐福我们多少。所以我们透过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故事，帮助我们与神来建立关系。不过在要读圣经之前，我
我希望弟兄姐妹来学习，就是第一个，预备你的心灵，好来领受，不是说今天进度就这样，我一翻或者是平常没有在读什么圣经，然后想到了圣经一翻，死了有些人是这样看今天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话，然后一翻，可能是不好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有进度不是随便这样翻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进度来帮助我们明了那个上下文在说什么不是一翻带着你的财富去死吧，或者是怎样不是这样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怎样祈求主祈求主开我们的心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牧师要讲到之前的祷告，一定都会用这一句话，路加福音24章45节来做这样的祷告。为什么？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45节，这一句经句一直在提醒我，当我们要明白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求耶稣你开我的心窍。学生我常常也祝福他们，我说求主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你看了，你听了，你说了，但是心窍没有开，叫做一窍怎样？不通。所以一窍这个心窍如果不通，即使你花很多时间看了、听了、说了，还是不明白。所以我每当要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就会做这样的祷告：主耶稣，求你开我的心窍，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照这样遵行，成为蒙福的人。你明白还不够，还要遵行所以第一个，当你打开圣经，预备好了你要预备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祷告说：主耶稣，求你开我的心窍，让我能够明白，也赐给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能力去行出来。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很简单，不是很困难。第二个，祈求圣灵的启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只等真理的圣灵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章13节。圣灵不但来帮助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他要告诉我们更深的、更深入的明白真理里面的经历。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启示、有动工，我们就没办法认识属天的事情。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什么？主。再一次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什么？耶稣是主。所以表示你认识耶稣，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感动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那这样还不够，求主圣灵启示我们，光照我们，到底这一段经文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要指引我们未来的方向。那你看，如果你知道未来的方向是怎样，你知道未来的荣景是怎样，你就有更大的信心来执行，对不对？不会踏一步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样。所以圣灵如果先告诉你，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成为怎样的人吗？
知道吗？圣灵先告诉你，你就是什么？先知啊！跟你的旁边讲说，你就可以成为先知。什么叫先知？啊？就是你先知道嘛。对。我跟敏哲长老在聊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他是在鸿海的研发部门，对。研发重不重要？很重要。如果人家知道你才知道，你做出来产品是不是比别人还落后？如果人家都还不知道，你先看见了，你先研发出来，你先想出来的，你看你会不会掌握先机？对不对？掌握先机就掌握财富。所以圣灵先告诉你，把这样的蓝图给你，有没有？圣灵提醒谁啊？圣灵提醒彼得啊，我们一起来念来。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3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彼得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然后圣灵对他说话，说：“等一下会有3个人来找你。”如果圣灵没有告诉他，等一下有3个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就会怎样？一脸茫然。你们3个要来做什么？对。但是你事先知道了下一步要怎么做，你心里就有很大的把握，对不对？你就不会惧怕。如果圣灵先告诉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投资，你要怎么经营你的事业，好不好？当然好嘛，对不对？你可以掌握这样的一个机会，掌握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很重要，耶稣也允许说圣灵要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称圣灵为我们的保惠师，保护、看顾、提醒、督责我们。当我们走错了，他会引导我们。保罗要往东，圣灵说不可以，要往西，对不对？所以保罗就顺服了，结果遇到奇妙的事情。第二个，祈求圣灵启示他的真理，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给我们看见。好，这是我们在预备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先透过祷告预备我们心。你会很奇妙，你会觉得说，好像圣经的话在告诉我呢，然后再给我方向，给我准则，然后给我办法，给我想法。你会成为一个先知先觉的，不是后知后觉，也不是怎样不知不觉，不知安怎死的都不知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可以了解整个环境情况，你就可以掌握先机。透过读经默想，给我们那一张读经卡，那一张单独会主卡夹在你的圣经，有你自己的圣经，好不好？所以透过这样，我们先来读完之后，默想之后，我们来问这位上帝的事情。所以透过刚才诗慧带领我们读圣经，亚伯兰跟上帝之间关系，透过创世纪12章1到13节，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有没有提到上帝？他是谁？他是谁？我们的圣经不要合起来如果有圣经，把它打开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我必怎样，我必怎样，我叫你怎样。”好，我们认识到这位上帝是谁，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道是要互动的来，我们谈谈看，透过这段经文，
你觉得这位上帝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他是怎样的上帝？可以给我有一点回应吗？有没有？你觉得这位上帝，你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是谁？赐福的上帝，还有没有？啊？创造的上帝，还有有全能的，还有没有？掌权 ，OK， 还有没有？很好，哎，还有没有看到什么？会对人说话的神，不是那插头昂啊，不是偶像，还有没有？很好，赐福的 ，OK， 还有没有？我从我们不同的眼光来看很丰富的，你知道吗？指引有没有？我叫你走，然后它是可以指引我们啊。还有没有？啊？会诅咒的神为什么有诅咒的能力？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管理万有嘛，对不对？好的坏的都在他的权柄里面还有没有？我们看到他是应许，有没有？有没有应许？我要叫你怎样怎样怎样。第一节里面提到什么？这样的一个应许有没有？他是可以应许给人的上帝，他是赐福的。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必要赐福你，对不对？还有呢，使无变有，有没有？从亚伯兰还有他的太太当中，亚伯兰几岁才有孩子？几岁？有85有90有100，到底是几岁？100岁，跟你们旁边说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得到孩子，跟你旁边讲100岁，撒拉几岁？90岁，他们2个相差10岁，所以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神的同在，对不对？所以撒拉本来在偷笑怎么可能 ？MC 都没有了，怎么可能？但是神就是使无变有的，是不可能变为什么可能的，是掌管什么万有，对不对？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他要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嘛，对不对？你认识到这位是生命的主吗？本来没有，但是他说要给就给，而且一给就给多少？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一样，有没有？很多，对。还有只是透过这样牧师帮助我们来看他是怎样的，他是谁，然后他是怎样的上帝，他有没有他的慈爱？他是与神与人立约的，对不对？他是保护出去，你知道当时候要离乡背井不容易嘞，那个环境不像我们现在那么方便，路上可能有一些的强盗，他要亚伯兰出，他就代表说我要保护你，保护你前面的路。我要指引你，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什么 GPS 导航对不对？而且不会导航到那个海里山坑里，它是很准的。我过年回去用那个导航网，不错前面有照相测速的他就提醒你前面有怎样。他就提醒你但是也会有失准的时候，对不对？警察躲在旁边可能他没有办法测到的，但是这位上帝是怎样都知道，带领你到哪里，哪里有危险，他会提醒你。
它是赐福的源头，它是福气的源头，所以它才能够我必赐福你。你可不可以赐福别人呢？我们可不可以赐福别人？没有办法啊。我可以祝福你啊，但是赐福的权柄在上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祝福你，但是我们谈到上帝说他赐福你，赐给你哦，好，他也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来认识说，哎，从无到有，他是生命的，说有就有，对不对？然后他使各样的牲畜能够充满气息，他把一口生命的气息能够怎样吹在我们的鼻孔里面，所以我们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你是用嘴巴呼吸还是用鼻子呼吸？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鼻塞哦，所以我用嘴巴呼吸哦，我们都用鼻孔，对不对？神将气息哦吹入我们的鼻孔，最后收回的也是从哪里？他的鼻孔来收回哦，收回这个生命的气息，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呼吸，就再见哦，见主面了哦。好。所以透过这样，我们关于上帝他做了什么事，比较重要就是他要带领你我进入到他的应许，还有他的赐福，包括什么后裔后代。所以有一些夫妇想要产业，我说向神求。既然亚伯拉罕他能够，为什么不能够？所以不要放弃。向神求产业，所以告诉这些很久没有办法受孕的，就常常为他们祝福，来祷告会哦，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祝福。透过祷告，哇，我看到很多本来不可以的，没有办法领受产业的，他们一个一个就领受这样的一个产业哦。所以我们的神是带领你进入到应许赐福的里面，所以透过可能是产业、土地、民生，包括你的地位，都是神给你的，所以他要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这都是从圣经出来的话语哦。你可以用这样来做宣告哦。好，这是关于上帝哦。第二个，我们问第二个问题，就关于我们上帝怎么看我们？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到底上帝看我们是谁？我是谁？你认识到你的身份地位吗？不只是在属世的，在属灵的，你是蒙福的，对，你是蒙恩被拣选的吗？神呼召你成为你家族的赐福管道吗？这边有没有第一代的基督徒？感谢主哈。好，你家族还有没有未信主的？有，对，其他的家族都信主了，还是有没有没信主的亲友？有没有？有举手一下。好，谢谢哈。这个关乎到以后我们在生命册里面帮助我们怎么去设定这些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是被呼召、被拣选的，对。所以蒙福的子民，你不只是要蒙福，你还要怎样？你还要成为被拣选的。亚伯兰，他的意思就是尊贵或是尊荣之父。但是当上帝应许他说：“我要应许你，你的后代子孙要像什么？天上的什么星星，海边的什么沙那么多。”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意思叫做多国之父，从尊荣的变为什么多国之父。上帝与他立约，应许他有后代子孙，成为多国之父，表示他是怎样？他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要来祝福更多、更多、更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拣选你哦，你要有一个认知，说上帝要拣选你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阿们吗？刚才有举手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在那个未得救的名单里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设定他们成为神要拯救的对象。所以包括我们亲朋好友，我们的好朋友，你把他设定成为对象，然后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为他们祷告。上帝，这位亲友亲人是你所看重的，魔鬼撒旦，我告诉你，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圣灵，求你感动他。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嘛。所以你说圣灵，求你感动他，上帝你的爱充满，我愿意继续为他来祷告守望。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蒙福的人，也要成为一个被拣选来祝福更多人的管道。阿们吗？所以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什么？我必赐福你，你也要怎样祝福？你成为祝福的怎么样管道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看我们？是蒙福的管道哦，是施恩赐给我们未信亲友的管道哦，是我们被呼召、被拣选来祝福更多更多人的管道哦。好，上帝怎么看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上帝看我们是他怎样？他要执行他的真理的哦，不要只单单听到。耶稣说：“你们要去，然后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啊？你们要去，不是只有来，不是要等人家来，而是要去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教会会办一些的婚茶会、布道会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可以把他们邀来。以后小组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关怀的活动，可以把他邀来。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个布道的行动活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期待，也一起来怎样一起来参与不要只是听到，而且要成为什么一个行道的。好，这是神要提醒我们的，是一个行道的人在生活当中，刚才会前读经我们有5项嘛，对不对？你们可以从这一些的阶段当中来看所以第一个，有没有什么罪恶要悔改或是避免的？有没有？从亚伯兰或是亚伯拉罕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在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有没有要避免的？有没有？或是要悔改的？有没有？有什么？有什么？信心还要加强。还有没有？说谎有没有？有没有说谎、欺骗？差点卖某做大姑，有无？跟他太太说，你要跟人家讲你是我妹妹不然我有危险有没有？看到什么？软弱、欺骗，对，谎言，差一点就害人命。有看到吗？我选择到13节事前问我牧师，你怎么选到13节其实从经文里面来看，有时候虽然他是信心之父，但是有时候也会软弱，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要悔改避免的罪没有所以在这边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有没有哎呀，这是善意的谎言弟兄姐妹，告诉你旁边，谎言就谎言，没有什么善意的，好不好？欺骗不属神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行为，神都不喜悦
虽然遇到饥荒，但是我们看到神一定会供应，神带领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帮助你你信靠他。然后当我们信心软弱、害怕，有没有？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个环境会有这样一个软弱，所以这是需要避免的或者是悔改的从亚伯兰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故事里面，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不只是看到他生命当中的问题，也看到我们生命的问题。好，第二个，有没有什么应许？你看到上帝对他讲说：“我要赐给你怎样？我要赐给你什么？我要赐给你什么？”有没有？来谈一下来，有什么？要让他成为什么？大国，对成为大国。过来呢，让他有名望，对不对？好，大有名望。还有没有？是他后裔成为大国就是他后裔，然后必赐福给他，然后为他祝福的要怎样？蒙福啊！所以人要不要祝福你？要祝福你。如果他们知道说，如果你祝福这个人，对这个人好，上帝就会赐福他。你看会不会更祝福你啊？你更多的蒙福啊，表示你有神的同在嘛。对，他们不敢对你怎样咒诅你的必咒诅他，表示什么？上帝在保护你那应许就是保护人家咒诅，人家有对你不好的，他就会怎样？帮你抵挡，然后回应回去，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还有很多，你可以自己来看不同的好，第三个，什么态度要持守的没有？有没有什么？要持守的这样的态度有没有？上帝叫他离开，他有没有？有啊，所以他要怎样？顺服啊，离开他的故乡。为什么要离开他的故乡？你知道，离开他的父家在哪里？乌尔。然后第二个，他又出到什么？出哈兰，对不对？这两个地方，你如果去查考一下这两个地方充满了拜月神的宗教，月神拜月亮月神。所以上帝把我们家庭带出来，其实我们住在高雄县，现在高雄市内门乡内门区以前整个村庄没有人信耶稣，我们家对面就是庙。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庙的那个庙亭那边在游玩的我爸爸还做过炉主，搂住了那神就透过机会把我们带出来，整家就搬出来离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上帝也有他的心意在怎样带领亚伯拉罕他全家，包括他的侄子出来顺服是要有的态度。所以你知道吗？离开故乡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离开才能够祝福更多人。第二，要用信心来信靠上帝只说跟着我走，也没有说目的地，对不对？他就要用信心来信靠，因为离开他的父家，离开他的故乡，你知道吗？离开当时候他们的宗族，他们的团体，外出其实失去什么？依靠，失去安全感呢？有没有？搬家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所以有安全感的问题，很难生存，在当时候是很难生存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必须要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好，第四个有什么命令没有？如果你在看的过程中没有就跳过这边有没有？离开要顺服顺服就离开，往什么这个指示的地方去。然后上帝说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要这样遵守。后来有没有？后来有，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
第5个榜样，应该要学习的榜样没有，效法的榜样没有。OK， 好，在这边我们看到信靠跟随上帝的榜样是很重要的哦。他顺服，后来上帝叫他要献他的儿子，好不容易100岁得到一个儿子，上帝要他献出来，他有没有？他献出来，顺服这样的一个榜样。好，所以透过这样，我们大概要了解，今天要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怎样去读圣经最后我们来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第一个，我们读完了、领受了，把它记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丰盛的应许跟赐福。所以你在读完之后，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是的，主，你要应许我，在你的应许里面都是实在的，我用信心来领受，来感谢第2个当你聆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是不是有像亚伯兰他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的软弱？如果有，承认、悔改，接受耶稣的赦免。所以神求你来赦免我们，可能我们信心不够，没有照你的话来遵行最后一个请求，就是可能为你或是为别人的需要来代求。不只是为你自己来求，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分享的生命，是一个代求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为你知道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就为了他的灵魂得救来祷告，为了这些失丧者来祷告，为了别人的需要来祝福来祷告。你知道透过小组，你知道这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不只是像一般民间信仰的，就求，就是为自己求自己的恩典福气，求自己的6处兴旺，求自己的很多都是我啦。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成为一个得的，而是要分享，要给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能够照这样遵行。我们看到赐福给亚伯拉罕的，也必要赐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阿们吗？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生命是有给也有得的生命。主，谢谢你，当我们遇见你、认识你、跟你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有你的带领，有你的赐福，有你的保护，有你的看顾。谢谢主，因为你是万有的源头，你是赐福的源头，你是医治我们生命的，你是使我们得自由。哇，你太丰富了，在你的里面是我们所需要的更多。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我们相信透过信心跟遵守，你就必透过赐福应许，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你施恩赐福的管道，使用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